分分鐘仲肥過飲油嘅食物係咩呢？炒飯、炒麵、炒米粉、炸雞、鹽酥雞、薯片、薯條、蛋撻、餅乾、格仔餅、雞蛋仔、奶茶、蛋糕、雪糕、煎餃、腸粉加麻醬甜醬、泡芙、酸辣粉、油炸鬼，呢啲係咪你經常中意食嘅食物呢？今集就同你拆解點解呢啲食物分分鐘仲肥過飲油，同埋如果唔想咁易肥有咩方法？Hello， 歡迎翻嚟 Feeling Real 嘅 YouTube Channel， 我係 Beryl。香港人減脂最大嘅敵人唔係意志力唔夠，而係咧以上呢啲經常包圍住你嘅食物。科學啲嚟講，呢啲糖油混合物係會比直接飲油更加唔生脂肪。點解呢？今日咧就同你解密，同埋分享下我點樣擺脫平台期，減咗10磅脂肪同30寸嘅。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然後繼續睇落去啦。首先，點解糖油混合物比單純飲油更加肥呢？科學啲嚟講，單純飲油嘅話咧係高熱量噶，因為每 gram 嘅脂肪會有9卡路里，但係冇食落去咁過癮，係咪？你都唔會突然之間倒一杯油啦，係咪？但係如果佢加咗糖或者係碳水轉糖嘅話，佢就會變成咗一個甜蜜嘅陷阱啦。因為咧超級好味。研究顯示，糖加油脂會同時激活大腦兩個獎賞路徑，釋放多巴胺，好似毒品咁樣嘅效應噶。譬如話啦，飲杯珍珠奶茶入面咧就係糖加奶精加油脂，大腦咧即刻覺得好滿足、好開心，一啖接一啖咁飲就好中意飲，甚至乎上癮啦。但係咧其實一杯已經相當於一餐飯嘅熱量，而如果你每日都飲一杯嘅話，相當於每日都食多一餐飯，咁啊梗係會容易肥啦。再講下血糖啦，單純嘅油咧係唔會推高嘅血糖，但係糖油混合物，例如話菠蘿油加牛油啦、蛋撻酥皮啦，或者係奶茶加啲糖漿啦，都會令我哋嘅血糖急升，胰島素爆發。胰島素咧係一個儲脂肪嘅激素，強迫多餘嘅能量轉成脂肪，尤其是喺腹部，就會令血糖急升，急升之後又急跌啦。血糖呢個過山車咧就會造成我哋餓得更加快，而喺個過程入面咧，亦都會更加容易儲脂肪。而呢個惡性循環一旦造成咗咧，咁你就不斷咁樣過山車，而且儲脂肪啦。另外呢啲嘅加工食物低纖維、低蛋白質，所以咧飽腹感係比較差嘅。例如話你食咗好多薯片、格仔餅、辣雞翼呢啲啦，你都會覺得唔夠喉，你仲會食其他嘢噶嘛？咁所以咧 overeat 嘅情況就會出現啦，即係過量嘅熱量，多餘咗嘅熱量當然會儲存脂肪啦，你嘅腰圍咧亦都更加容易肥噶。哈佛大學嘅一個研究就指出，長期食糖油混合物肥胖嘅風險係升3至5倍噶。有啲香港人日日食茶記啦、宵夜啦，都係呢啲食物嘅受害者嚟噶。我自己咧喺8年前減肥咧，都完全經歷過呢一個階段，透過一個個人化嘅飲食計劃啦，透過supplement加飲食去配合啦，我喺冇做運動嘅情況下咧，就瘦咗由 M 碼去到 XS 碼，keep 到依家8年冇反彈噶。再結合埋而家新時代啦，有營養加運動呢個趨勢啦，先至逐步轉型成為一個教練噶。依家咧喺香港有3間嘅運動營養 studio， 最開心咧係可以幫助超過350位嘅學員瘦咗、健康咗、自信咗同埋自由咗噶。如果你都想擺脫平台期，每個月平均健康減2至5公斤，唔使挨餓，唔使辛苦做 gym 嘅話，我哋嘅1對1飲食計劃就幫到你啦。飲食加營養補充品嘅指導，再可以額外加運動堂，包括我哋有彈床、踏板、Pilates、TRX 等等啦，雙管齊下，咁就減得更加快。如果你都想擁有屬於自己嘅一步到位減脂計劃，歡迎預約一個免費嘅體脂分析，了解我哋嘅計劃詳情。名額有限，先報先得噶。聯絡嘅方式可以喺下面 information box 嗰度揾到我嘅 WhatsApp， 喺下面亦都會揾到我哋嘅網站，入面可以了解到更多嘅計劃詳情啦，同埋學員嘅真實個案噶。最後唔好忘記 like 加 subscribe， 同埋咧記得開啷啷，咁下次嘅影片更新咧，你就可以馬上睇到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